继续来看郭文泰甲严小薇牵涉金华城案，法院认为因两个人也是有串口径甲湮灭证据的疑虑，所以裁定搁延期收押2个月。维京集团的主席沈庆京因为找无保人，所以降保到1亿8千万。另外，郭文泰竞选总部的前财务长李文忠是以2000万来交保。主席会讲出来监护投票吗？双手铐条的合法境带入法院，前民众党主席郭文泰早起搁互北院传出庭，和台北市议员严晓薇两人拢被裁定延押2个月。有押人取用，其实我觉得司法院应该自己好好检讨。郭文泰小妹郭美兰讲到郭文泰搁被延押批评司法机关，北院认为讲郭文泰甲严晓薇议员有串口径嫌疑，裁定为8月7日起延押2个月，嘛代表因将被收押满1冬。维京集团主席沈庆京北院本来是因为伊的身体因素，予伊1亿交保加上2亿的人保，不过因为伊找无人选，北院降保到1亿8千万。另外，前郭文泰的竞选财务长李文忠以2000万交保。风声讲，延押裁定一个真主要的原因是民众党伫法庭外口有真侪动作有关系。我要告诉各位检察官，什么叫不正讯问？你说你每次讯问都是正常的，你只要不认罪我就一次一次把你加来问。用 AI 模拟郭文泰的声，放伫面册还原法庭的对话。民众党大概开庭，伊所写的内容，拢是对司法机关的批评，为朱阿虎到苗博雅，拢被作图评论。前党委会基政吴phong庆去年约谈的时，捌表示讲，就金华城的说明感觉无合理，不过进前开庭却讲，这个笔录不是想要表达的内容，形容是当场变口径。检方认为这是民众党对证人造成压力。如果你们认为放脸书，把这些整理好的资讯，而且是证人已经说出来的资讯，放到脸书上头是干预证人的证词，我们就想问你们，你们是觉得我们有时光机吗？金华城未急要开庭，被告甲证人所讲的话甲所做的代志，拢成为检辩攻防的重点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